喂喂，報警啊！攔唔到啦，玻璃啦。乘客喺車廂站立以及行走嘅時候，唉緊握扶手，確保安全。會有安全點解啊？往下邊旁邊嘅人發生爬行。點解啊？乘客在車廂站立及行走時，請緊握扶手，確保安全。唔捨得落牛肉乜嘢都唔捨得食。我每下車都冇死人有極難嘅喎，門都要報警，有有有攞豬肉佬去睇啊，因為。